财政部配合行政院发展太阳能光电，甲土地租户业者开发光电。高山市伫台东都有61公顷农地，已经同意业者申请开发。不过，北产的农民甲公所农化反对，认为安尼会影响花莲米的生产品质。花东唱歌农民当地产林超土，准备要种今年的早冬稻啊。不过，伫关山德高里这片田的土卡差国有财产署同意提供土地开发光电，阁失败啊。拢总有64条国有土地，61公顷，互工租土地来种植的农民是真不满。电工所嘛表示反对，因为关山地是台东县种稻啊上大的生产区，米的品质嘛真好，安尼恐惊会造成稻啊减产。变成我们之前前人那个种植就浪费掉啦。在关山地区，我们不会同意在优良农地上面来去施设所谓的地面型太阳能板。高山市南区分署台东办事处表示，敢若是同意业者会当利用这国有地，向经济部申请开发光电，不过要是要得到租这块地咧种植的农民的同意。我们是有给他同意的意向书，那他必须跟主管机关申请筹设许可。他没有拿到承租户的同意书，那承租户还是保有他继续承租的权利。农地开发光电，也阁需要地方政府土地变更的许可。台东县政府强调讲，会严格审查，而且会尊重乡镇公所的意见。只要地方无同意，县府嘛袂予农地开发光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